呢，这部现场吼，都来邀请到吼，都是咱拄则吼来听的这首歌曲《本书》这个主唱者，咱的文心来到了现场咯，咱赶紧来邀请到伊。来，文心你好。主持人你好，也到悉尼之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文心。Hello， 咱黄文心打来的时阵吼，我们公司的女性同仁大疯狂，你知道吗？大家人拢排队那个小这边翕相啊，那我啦，伊唔敢想啊，对，真的。很感谢文心来提升我们公司的颜值。不会啊，其实我觉得来这边，我觉得还蛮开心，因为就是来这边我就觉得有那种亲切感的感觉。对啊，大家都很好。对，而且来了，就是尤其是南部嘛，我觉得南部的乡亲真的还蛮热情的。然后你看，跟今天太阳，对，今天就出太阳了。今天还说有寒流啦，今天其实寒流还在影响当中，你知道吗？不过吼，哇，这大太阳之下，黄文心也来到我们公司哦，是的，我顿时就觉得更加的温暖。然后，当然，咱讲到伊今仔日来的目的啦吼，嘛是要宣传到伊今年的这最新的专辑哦，就是爱洛斯啦，对，爱洛斯，艾纳西，我拢讲艾纳西，艾纳西。不过吼，这张专辑刚收到的时阵就觉得，包装真的还蛮特别的哦。因为呢，这个专辑上面的个文宣是讲说啦，我讲吼，就是有点像糖果嘛，对，糖衣的一个概念哦。对，所以金格专辑慢慢包装起来，再搭配里面的一些黄文心本身就是很会唱那种温柔式的这种情歌嘛，所以感觉起来，也是一张很这种甜蜜蜜的感觉，对，然后表现出真侪无同款面向真歌的一张专辑哦。不过咱拄则第一首歌不是真歌咧，第一首歌其实本书啦吼，这是呢黄文心比较有开口的歌曲哦。为什么第一首歌曲会先来选择这首呢？刚刚有先跟文心哥私聊一下哦，就是因为呢他有在看布袋戏，真的是他刚好有帮黄立刚的金光来，我的好兄弟，对，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你有帮金光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文心有帮金光唱的，因为你是不是在天地那一张也有一首歌？对，绝世英雄，绝世英雄，对，那一首歌其实有时候私底下也是戏迷在讲，就是很像帮黑白郎君，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吗？我是很想问的。我跟你讲，其实确实是那时候的作曲作词者作词者他是可以把那个词写黑白龙，因为他自己也很喜欢看布袋戏，然后他伊嘛作介欧北龙棍呢，所以的是像里面你就会听到什么五绝神功啊，有没有？对，类似就是那些他的武功招式的名字。不好意思啊，这是有点私心的问题。对，因为黄文心之后又跟黄立刚有合作了3首歌嘛，对，他刚刚说是好兄弟，怎么认识的？其实是迄当中我一开始。一开始都唔捌，是经有人介绍的，朋友介绍，说讲介绍你迄边啊。叫做洪有聪啊。是因为雕刻师的关系，对，雕刻师，对，然后进去，然后看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其实他大我1岁啦，对。可是他看起来就很年轻啊，我就想说，哇，一个年轻人就是草上司机，然后就是非常的坚持自己的理想。从他身上我也看到他的跟我一样的那种投射，你知道吗？我就感觉就想我对吧？是一个一开，安尼做要坚持。虽然讲这条路我唱这条，尤其是我大概嘛知影讲我唱的音乐，我唱的作品拢比较属于新台语的，不是较演歌迄种的，是较新台语的流行音乐。但是这条拢会比较会较歹行啦，比较较辛苦。但是我看到伊嘛是因为。迄当阵布袋上大宗的就是霹雳嘛，可是你金光你要起头，你其实会有淡薄艰苦，淡薄辛苦，足困难，因为你头前有一个霹这个足好的啊，你讲你甲要甲伊竞争，其实有淡薄困难，有淡薄像迄种那个什么人对什么大金鱼小虾米对大金鱼的感觉，你知道吗？可是后来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到现在金光也是非常的有声有色。现在已经跟霹雳可以
然后我们这私底下戏迷的，私底下对对，就是其实很多人对金光的戏其实是蛮有口碑的啦。对。好，这个我们先聊到题外话哈，好不好？这个是题外话，再聊下去可能就变那个变布袋戏时间了。好，我们讲到这张专辑啦，刚刚就是先听到这首《奔俗》哦，《奔俗》这首歌其实是在讲最近时代的一个演变嘛。没错。咱讲吼，这嘛时代变到这阵吼，大家人弄一个手机啊，对，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直播了。对，你像现在文心也有在用粉丝专业跟大家来交流嘛，对，没错。你会觉得说现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怎么去感受，跟以往都不太一样了，对不对？我觉得你，因为很多人都说用了手机，就是跟人与人之间就变得比较冷漠了，所以才会有赖的所谓的贴图，不会像是以前那个 APP 的那个 what 的，对，它就是只有字面上的而已，对。然后再来就加上一些慢慢的，其实我觉得不然的，就是其实用手机，所以才会变成现在有所谓的直播，可以跟以前都是回字嘛、回话这样打字的方式，可是现在都是用比较影像直接的方式跟这些歌迷粉丝们进行互动，这样其实我觉得反而它变成一个是比较怎么讲，比较方便的，因为以前你必须要跟戏迷或者是粉丝见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先安排场地，然后要安排日期，然后最好是不要刮风下雨之类的，对，然后大家才会去捧场，对。然后可是有些粉丝他可能就没时间，他工作就无法抽身去参与你的活动。那我觉得现在的手机时代的那个3C 产品发达，我觉得还是有它的好处存在，就是现在的直播可以让大家看到来参与这个活动，就算你在家，就算时间可能你没有办法出去或干嘛，你也可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常常可以跟粉丝这样互动，这样，算是更方便了，是更方便了，对啊，偶尔也是可以分享家居生活，对，所以现在很多艺人他就是会分享一些家居的生活，比较自然的一面，对啊，所以在粉丝专页可以看到他跟儿子的互动，但是我现在真的还没有，因为很多粉丝都说。就是叫我直播，可是我就怕直播了之后，我家里面那个小孩子控制不住，然后整个因为现在2岁半了嘛，正活泼的时候，对，然后是会破坏狂，你知道吗？我就怕整个拿捏不住，然后光是。可能互动没成，还一直在那边，等一下你过来啊，怎样喊来喊去，这样就是觉得就是怕会这样，所以最近就是有上一些就是网络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电台他们也有直播，这样就觉得这样也是蛮 OK 的，然后小孩子就刚好不会在身边就是吵你也可以好好的介绍你的专辑这样，不然我如果开箱文我在家里直播，我后面那个然后我老婆又不喜欢在荧幕上，那就谁要控制她，你知道吗？然后她每次只要你用手机，她就一定会进来看你在干嘛，然后在那边乱按啊，有的没的。然后猫咪，它不是有一个贴图什么猫咪啊，然后变狗狗。对，我觉得哇，现在控制不，你说你小婴儿、小 baby 的时候，还可以，反正他就抱在那边，你就直播你的，然后你奶奶喂完了之后，他就睡觉。可是现在不是，很单纯这样，很单纯啊。现在是现在你真的是很难支开它，对啊。了解。灯帘呐，对，即嘛灯帘嘛，对，灯爱算。对。啊，毋过你旧年才无用吼，安尼你嘛其实嘛真爱后生啊，安尼是要安那拨时间跟小孩子相处。其实因为现在的这个8点档有做一些改革啦，3立的8点档有做一些改革。然后，因为什么我要讲3立，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民视还没有仿效像3立这样的改革，所以我怕我讲了，你说有改革，可是民视也没有改革，他有的人会误认说是不是所有的8点档都做改革，其实不是，是3立他慢慢在着手这一块，把这个所谓的时间调配，然后以前的300-400集的，他们觉得是一个坏习惯不好，会越拖越大家觉得是很累呢，很累，然后
制作人做的也累，电视台做的也累，然后观众看了也累。那与其这样的话，倒不如把它缩减成150集，比较精华。那编剧也比较写得出东西，这样。所以在那个当下，其实我拍那部戏，其实没有像之前拍戏这么累。对，就几次而已啦，但基本上还是会到半夜就是正常，但以前是到凌晨到早上。直接叫那个麦当劳了，你知道吗？真的啊，常常都这样这很夸张常常都这样啊。所以都睡摄影棚都有的吗？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睡车上，摄影棚就觉得太冷了，因为机器的关系，所以它冷气要非常冷。然后你可能夏天在外面34度，在摄影棚剩11度，剩21度，21度那个温差了15度左右。那真的有冷。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还是睡我自己车上比较舒服，这样。对啊，所以其实这一张专辑你刚好也有帮那个三立的你之前演的戏，来写了一些有一些作品啦。对，没错。其中有一首歌我觉得还蛮特殊的，就是那个 MV 啦。那 MV 人家说是你的演技也大突破。对，刚好是跟里面的一个小生谢承君对一起。演了一个对手戏，刚好是三人的三角恋。对，正常人家一定会觉得三角恋有什么特别？三角恋不就是一个女的两个男的？那就是男的爱女的，然后女的不爱那个男，假男爱女，然后女的爱乙男，就这样嘛。对，不错。假男跟女的是在一起，后来假男发觉他爱的是他的好朋友乙男。哇，好复杂。可是那个 MV 我发觉，那个眼神，你那个眼神揣摩多久啊？揣摩当下就直接揣摩了。当下，果然是练家子的呢。对啊，就是，当然导演也有在旁边加油添醋一些东西啦，就是说，哎呀不够暧昧啊，你要怎样不够媚，不够怎样这样。那当然当演员就是要专业一点，就是你要去进入那个情绪嘛。然后其实我觉得这部 MV 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要表达的，就是说现在的言论那么的自由，然后现在的时代也很多都是比较讲求自由、讲求人权。那我觉得任何一种爱呢，都需要被别人尊重跟关怀的。我觉得不要用一些歧视的眼光去看待啦。对，没有错啦。那无咱先来听这首歌曲，等下再个介绍韩文先来开讲哦。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就到这》。非常亲切的这首歌曲就到这哦。其实这首歌曲来听起其实也是蛮心酸的这首歌曲哦。当然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其他首歌也是还蛮不错的。我们按来特别介绍这首歌曲哦。感觉讲，伊很特别的。伊跟我以往听的台语歌曲都无啥相像。什么歌？爱的摩卡。爱的摩卡。对，这首歌曲我感觉，爱的摩卡真的是。就咖啡嘛，而且是加巧克力的加巧克力咖啡。对，那当初为什么想说，这首歌曲要这样的一个做法？而且这个曲子是怎么拿到的？这个曲子是源自于在新加坡举办那个歌曲大赛，然后是一位年轻人19、20岁的年轻人，这么年轻对，然后他得到第1名，后来是因为那时候本来新加坡的应该是海蝶吧，海蝶本来要拿这首歌，他们想要买这首歌，后来就被我老板捷足先登，先把它拿去拿来用了。对，因为他觉得他这个曲做的蛮好听的，而且就是很可爱，然后又很甜蜜的感觉。对呢。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拿来之后就用台语词来谱，因为我们还是觉得台语它其实可以很多面向，很多不一样的元素。真的。对，然后来做这首歌，然后我就用不一样的唱法，就是比较甜一点。我用这样讲太抽象了。对，我用一个比较实际，我讲出那个东西，大家去连接一下，应该大概就知道说，原来是这样。我呢是用类似像周杰伦的唱法，去唱台语，去跟这个爱的摩卡的
的这个音乐结合在一起。安尼今麦敢有法度现场来一下下？安尼你爱歌词爱好我哦。哦，没问题，歌词好你。以为我好，临时出考题。哦，有。小小滚滚的咖啡，感情一点一滴有爱你的瞬间美温暖心头，感性无开的香里味，浪漫的歌的 tempo， 未来幸福一步一步轻松的脚步，坚定信心。袂永远做你的歹担心，巧克力掺甲必然用心去调和。我的情牵我，你的担心，咱的爱亲像摩卡，为你泡的摩卡摩卡。我的每一天有你来作伴，咱的爱亲像咖啡同款，甘你口舌讲笑话，感情拢袂煞，摩卡摩卡。哦哟，我的全部调出幸福快乐的滋味，有你对我嘛，未来你我相信，甘伊来创造美丽的感动。真的会跟你这个是有点偏气音的感觉。对，就是用比较国语的唱法，其实整张都是用比较偏国语的唱法去唱这个台语歌曲，算是又跟以往又有一个突破了呢。是，跟上一我发觉你每一张都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出来。真的哈。对啊，像有一张你是指整个头就染金子了的吗？哦，那个是国语专辑《无界》。对，然后再来上一张就跟越走越勇，对，路行路用。哦，那个 MV 也是很特别。对，然后到这一张。哇，你是不是每一张都有设定一个功课给自己？对，因为也是希望自己可以每一次的作品，不管有人听或是没人听，我觉得我都坚持觉得说每一张作品都希望可以这一张做好了之后，下一张能够再超越这一张。那也希望可以把这些音乐带给我的粉丝或者是其他刚认识我或者是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可以听到不一样的黄文兴，让他们像一些不知道的朋友，可能从戏剧里面认识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会唱歌，然后再去搜寻音乐，他们就可以知道说，文兴的音乐其实不错，而且每一张都有每一张不一样的那种尝试跟变化。那也希望他们可以知道我的用心，因为我觉得这必须要这样做了，不然我觉得随随便便出一张，我觉得会对他们很愧疚，也愧疚这些买专辑的这些粉丝们，也愧对他对我的支持，所以我一直不断的在努力，或者或许我不是目前最红的那一颗心，可是我相信我一直在扎根在努力的这些东西，还是会有人听得到的，这样。对，就是很努力啦。当然你太谦虚了，真的。没有，谢谢。没有啊，当然还有很多我还必须还要再进步的。对。好，然后咱当然这张专辑呢，除了讲咱等下要来听的这个《爱摩卡之王》哈，另外呢，这张专辑文兴他还是有自己填词跟作曲自创。参像讲我想要回去迄当时啦，甲着呢幸福在身边，也都是非常温柔的。就觉得你把你。就是那种形象，我就觉得你除了演戏之外，你就是一个很温柔的人。是，但是呢，唱有愧靠的歌曲就有愧靠，没错，就是就可能自己爱看布袋戏吧，然后必须要感谢一位人，就是那个亮哥黄山亮。其实我那时候看布袋戏也是从他，然后其实有一阵子没有在听台语歌曲，然后都听国语歌啦。可是后来是因为听到他的歌曲，我觉得原来台语可以做这样的变化。对。你有看霹雳吗？有，我还是持续在看。我大概是从龙斗霸呀吧。龙斗霸，龙斗霸很早，那时候是亮哥的第一次唱那个就是买水的人吗？不是，如果一个英雄无名。英雄无名，英雄无名。飞起来，叮当赛，要拍戏无来。那首歌真的很赞。对。然后后来我说，喂，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特别，而且怎么会有这种歌曲是这么的流行？因为
跟以前的那个什么林松柱之类的，他们那时候黄俊雄大师的就是黄立刚你老爸啦，因为这样讲好像对太疏远了，太远，就是做的这种比较演歌的方式是大大的不相同。那我知道原来台语歌曲它还是可以走到流行的尖端，它还是可以非常的不一样，它可以兼具快告又可以兼具流行。我觉得从那时候我就一直不断的去接触亮哥的歌曲，然后也一直不断的在重拾以前喜欢听台语歌的那一份心，这样。对，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屏东土生土长的年轻小孩子，那台语是我的母语，它陪伴我到现在，不要说20-30年，30-40年，到现在我还是有在讲。对，那我对它有很深厚的感情。那其实我会比较可惜的是，早期我小时候在听台语的时候，比如说洪荣宏大哥的《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对，在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他都唱演歌的比较多嘛，对啊，作品唱得淋漓尽致，驾轻就熟，非常厉害。可是他唱这首歌，我吓到，这个编曲怎么这么特别，而且是好像是流行音乐的编曲，当时二十几年前，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作曲者是游鸿明，游鸿明老师，他不是写国语的吗？他不唱国语怎么会写台语？后来才知道，其实他是用很国语的方式来写台语，其实原来台语也可以这样的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真的，对，那就看你怎么玩了。对，然后20几年后，台语怎么一直都没有进步，你知道？然后国语它的格局已经非常非常的大了，然后非常多的面向，我就觉得很可惜。台语长辈常在说，台语是8音。国语是4音，4音的格局那么大，台语的8音格局为什么就只能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不相信，而且台语又是我的母语，我才决定说我要做这件事情。哇，对，很有使命感呢。对啊，就是其实有点沉重，但是我不喜欢把它变沉重，我只是希望让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听国语流行音乐或者是韩语流行音乐的年轻人可以听到说，原来台语他也可以这样做，真的。好了，我们今天谢谢文心啦，谢谢，因为时间真的不够了。是，咱最后呢，就来听这首《爱的摩卡》。好的。嘛，期待讲文心呢，赶紧有新的专辑，好，过来跟咱家，跟咱空中听众朋友来，或者下一次来也是可以的。对，没有错，再好好的聊聊天。好的，来，咱最后就来安排这首歌曲《爱的摩卡》，嘛感谢咱的文心来到咱的现场咯。谢谢。咱这首歌曲听完到咱电台进感伤插播。